你想跑也跑不了。你，宝贝儿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说我想干什么？啊？你不是想离开我吗？你不是想跟我一刀两断吗？那我就把你囚禁在这儿，你想跑也跑不了。你，宝贝儿，你早就知道我对你感情不一般了吧？啊？所以我亲你，不意外吧？顾海，你家有病吧？先别骂人呢，听我把话说完。等我说完了，你在一块儿骂。我今天本来是来找你道歉的。昨天我和我爸聊了半宿，他一点都不在乎你的身份，还劝我把你带回家。今天早上我就被人劫了，五花大绑绑在这儿，还被一个疯子言语羞辱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松绑！你说这是真的？废话！崔老师，你给我下一套，我不就上当了？说啊，哟，大海呀，这阵子怎么没来家里来玩啊？哎呦，叔都想你了。说啊，英子都跟你说了。是啊，银子不懂事儿，我让他去找你了。这会儿应该到了吧？啊，应该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叔，我去看一眼，我先挂了。松绑！我要给你松了，你跑了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不跑。我的小英子啊。
你喜不喜欢我？不喜欢。靠边儿，我要回家了。你还要怎么样？不喜欢我是吧？成，我就继续惯着你。什么时候惯到你喜欢我了？我再放你走。顾寒，英子，我是真心喜欢你。我知道你心里早就知道了，你可以无视我那些混话，但是这话你必须得相信。你不喜欢我可以，我可以等着你，我可以追求你，我可以用大把的爱来砸你，我就不信砸不动你。罗伊，吃吧，吃啊。喂，你盘子里还有很多呢，为什么要下录音碗里呢？他不爱吃这个，他拉肚子。哎呀，你看这两个孩子好的简直没话说呀！我还没顾得上问小海是几月份的呢。你们两个年龄一样，月份总有先后吧？我们家洛英是阴历5月的，小海你是几月的？他也是5月的。你是5月几号的5月初1，你呢？我也是5月初1啊。你几点？你不是5月初6吗？小海想抢着当哥哥，结果还是被我们家洛英抢先了。哎呀，看着他们两个这么好，我真是太开心了。这样，你们两个呀都搬回来住，也方便我照顾你。上学有司机接送，你老爸也放心。我是不会搬回来住的。小海，你在外面住的，我搬回国贸桥了，条件挺好的，不用你们操心了。这样啊，这样也好。你们要愿意在那边住，就住那边吧。啊，好，吃吧，哎，吃吧。啊，来来，快吃快吃。